大家好，我係木頭妹。呢條片係介紹我喺中山之旅第2日嘅行程。一朝早我就喺本來住緊嘅日行酒店行過去另一間酒店華埠酒店。兩間酒店嘅距離好近，其實喺日行酒店嘅3樓都可以直接通往華埠酒店，但係我唔知道，所以我行咗商場嗰度通過去。呢間中山中心華埠酒店係喺2026年新開嘅。喺呢度入門口再搭 lift 上47樓先至係 check in 大堂。上到嚟環境好舒服，右手邊就係食早餐嘅地方。如果有時間仲可以試埋2樓嘅采風樓同埋左手邊嘅鮮艷餐廳。由於時間只係上午嘅9點幾鐘，所以仲未有房，我就落咗去2樓試中式餐廳啦。寄存咗個行李喺大堂，一陣職員就會幫我編房間，我哋夜啲再返嚟攞房。酒店2樓嘅采風樓係一間茶樓，咁我哋就喺呢度飲個早茶先。呢度啲餐台好大，又有好多位可以揀，台與台之間嘅距離又夠遠，可以好悠閒清靜咁喺度嘆茶。啲點心都好精美，要睇下食咩先。我哋點咗白桃烏龍茶，清清地都 OK。佢哋有職員會幫我哋泡茶嘅，不過都可以自己玩下。擺個茶格上去，隔咗啲茶渣就係咁。可以用點心紙剔點心，又或者掃曲落單都 OK。第一樣嚟嘅係順德拆魚蓉粥，望落好稀，但係食落都有魚蓉味，要小心，有啲細骨嘅。另外仲有腐皮卷，個皮炸得好脆好香嘅。跟住係黑松露燒賣，呢個係青金柚包，外邊個皮都好軟熟，咬開佢係出煙嘅。頭先張單都係150蚊4個點心，有咁乾淨舒適嘅環境，又喺5星級酒店入邊，所以呢個價錢絕對係超值啦。跟住就行返出去搭的士去大順新都會商場。呢度有大潤發，大潤發最出名嘅嘢就係1蚊1件，全部都係1蚊1蚊1蚊，但只限喺呢個區域之內。1蚊有零食啊、飲品啊之類，買嚟做下手信都 OK 嘅。1蚊一個筲箕仔，唔係1蚊嘅嘢都係好平啫。19.9有一個枕頭，4.9一個籃，10幾蚊有個枕頭仔，仲係用蓆做，夏天都幾涼爽嘅。shopping完之後又搭的士去食嘢啦。我哋去咗南苑咖喱公園個園，東南西北個南。呢一間係食馬來西亞嘢，有喇沙麵，但係有港式奶茶。啲茶係自己撞落啲奶度嘅，都幾熱辣辣香噴噴。仲有咖央多配班蘭醬，個麵包唔算脆，唔似新加坡嗰個坤記。呢個係雞扒竹升麵蝦湯底，仲叫咗個小食炒豆角。另外呢個係牛腸牛肚喇沙竹升麵，啲湯底有椰香味，味道都 OK。每碗麵都係20零蚊，呢張單100蚊有找。好啦，食完呢個下午茶，大概都2點幾3點啦，可以返酒店攞咗房先咯。一入房個窗簾就會自動升起，張餐台又好似麻雀台咁大，又有梳化又有凳，空間感十足。間房好新好乾淨。
插電嘅插頭都好足，有 Type C，有 USB，有三腳插。廁所乾濕分離，好大，有雙星盤。亮點係浸浴嘅浴缸，夜班浸浴一邊望住個景都得。41樓嘅 view 都幾正。望下個茶几先，有 set 好靚嘅茶具可以沖茶，仲有4種茶包。房卡幾靚，休息一陣，到咗晚餐時間，就可以落酒店對面食煲煲店。落酒店正門過對面馬路，就會見到煲煲店㗎。雞骨草環利湯，真材實料正啊！買咗隻乳鴿，啲肉好 juicy，好嫩。我哋點咗黃鱔煲仔飯。食飽之後行返個萬象匯，由呢間甜品東甩，夜晚買3送1。好啦，食飽啦，過返對面就返到酒店。其實今日好多時間都落雨啊，所以只係去咗好少嘅景點，所以第2日嘅行程就到呢度啦。鍾意呢條片請幫忙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多謝收看，下條片再見。